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用祈祷，互咱甲上帝更较亲近，咱做下额头来祈祷。主要听我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甲阮同在，互阮知，阮是受你呼召的百姓。对过去到今，阮接受你的差遣，一位一位，一路一路，阮去做你的教会，阮去陪伴遐个需要陪伴怜悯的人。主，愿你搁一摆来对阮来讲起，互阮搁较知影阮的生命甲你的连结，互阮搁较知主你以爱，阮通做啥？愿来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，阿门。讲起着传福音，我就会想到一个台湾的俗语。这个台湾的俗语叫做“旱钱毋惊落土烂，只求积蓄代代传”。我毋知为什么对这句道、这句话会感觉甲传福音有真大的关系，也互我想到有一首歌是安尼唱。这首歌是我伫足少年的时阵学的。愿做一粒小麦仔，无声无水落土沙，奇妙我命去变化，假使做做非小看。每一摆想到这首歌，我就想到圣经在甲咱教示的：咱人若无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内，咱就无法度生炭做做。伫今日的起头，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，讲到传福音，我就想到马街。马街博士伫100多年前，伊为多伦多、为加拿大来到咱台湾。我相信咱会记得，拢是马街伊伫遐满喙齿，满2800万起。咱会想到的是，这个数字总是我的感觉，马街伊伫做伫咱台湾人的身上，佫有一个较深沉的意义，是为怎样伊会当起做遮尔侪门徒，伫伊短暂的人生中间，伊会当起做北台湾60间教会，是因为伊有一个心志，就亲像我拄则唱的这首歌同款。也有伊的心志，亲像旱钱毋惊落土烂同款。我后来发现，马街伊在做的，就甲耶稣做的同款。所以咱今日等下，咱今日圣经所读的这段经在安尼来看，伫这段圣经在进前，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影片。为怎样？因为马街伊陪伴台湾的百姓，诚做门徒，或者个门徒会当去陪伴这些门徒来开始起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也透过安尼陪伴，训练真侪的新学生，诚侪牧师，也训练真侪牧师去到台湾逐个所在，伫遐来起做教会，陪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今日是咱教社主日，伫这个教社主日，咱少年教会伫过去到今。咱真正是做真多陪伴的事工。伫过去这10几年来，咱嘛支持这个宣教师广福甲唯一因去到缅甸的所在，伫遐来做宣教的事工。我拢在想，阮做牧师的人，阮无亲像遮尔大的呼召，遮尔大的感动，会当去到一个异乡的所在，伫遐来传扬福音。各位亲爱的姊妹。马街伫台湾这150几年来起做的教会是安尼，我相信这对宣教师的夫妇，因有可能伫100年后，嘛伫缅甸伫遐来起做最的教会，结出最的果子。总是，若是无人一起头去真做迄个陪伴者，陪伴因一届搁一届去经历人生的风景，伫主耶稣基督的疼痛内底。因无法度行过，所以咱通过这段影片是进前的地动，伫遐有侪人伫遐受灾难，总是因为国情的问题，咱台湾的小球队要入去遐来支援因拒绝，
所以咱就只有靠着红十字的会，啊，佮靠着这个宣教师伫遐来关心这个百姓。特别是今仔日咱教社事工的这个主日，咱做伙来关心，做伙来三体祈祷，做伙来奉献，为着这个事工来起着可能伫100年后，伫缅甸有另外一个马街的故事，咱做伙来看。又开始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台湾基督精兵协会驻缅甸宣教士广福及唯一夫妻，3月28日在曼德勒亲身经历大地震，所设立的曼城之星教会及教育中心受损，在安顿好所照顾的学生后，随即投入曼德勒等地的救援赈灾，为灾民祷告，也传递灾区极大的需要，盼望更多华人教会共同关心。我想不是短期1-2个礼拜就能够解决，那我们相信透过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，能够继续给他们生活上的支持，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、上帝的福音。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，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。广福跟唯一还有他们的同工学生们，就载着物资，那到一些定点去做发放。第5天开始，就决定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灾区石碣省，邀请这些头人或者里长，能够带领他们到逐家逐户去，能够听他们的故事，能够为他们祷告，陪着他们一起流泪，让这些灾民能够知道有一位上帝是了解、关心他们，愿意与他们同在的。投入缅甸宣教10多年的广福及唯一，以缅族为主要服事对象。精兵协会今年安排3梯次的缅甸短宣队，4月16日也由广福带领线上祷告会，邀请更多华人基督徒一同关心苦难中的缅甸人民。缅甸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地方，缅甸的百姓也是上帝所爱的。缅族人的基督徒大概只有0.9%，当中的百姓就是福音未得之民。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，要想到他们的需要。那么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前线也有努力的，不只是宣教士，还有当地的传道人、信徒，也同样很努力的在做这一个关怀的事工，支援前线，这一些都还是我们能够持续来做的。透过这个影片，咱来回应今日的经文。今日经文牧师给伊一个标题，叫做“同行的听”。同行的听是什么？同行的听，就是咱甲教会的使命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相连教会的意向甲使命是啥？敢毋是听人、听神？敢毋是要起造一个有宣教牧养的导向的教会？我相信，伫过去到今，咱的相连教会已经都有这个目标，所以咱的相连教会伫同行这部分，我感觉回顾起来，咱实在做了真水。为啥样？这个陪伴真重要。同行有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叫做陪伴。过来陪伴了，你毋是干那陪伴尔，你过来就是会当哪陪伴哪听入去，陪伴人听探人。过来咧。毋是干那陪伴甲听尔，你若无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伊、激励伊，互伊得到帮助，那安尼，即个生命无法度翻转。拄则咱看到的影片就是共款，有一个宣教师夫妇，因伫迄个所在，因伫遐陪伴这个百姓，透过这个百姓，因去听探因心内底的心声，听因心内底的话，伫遐因用上帝的话语来激励因，来甲因讲，人无法度，但是上帝有法度，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对今日的经文来看，咱家己相连教会的使命，为过去到今，咱直直在做这个教社的事工，其实我感觉咱做了真好。因为伫过去，若讲到陪伴，咱开始有相连幼稚园的时阵，咱就陪伴真侪遮个囡仔，因长大。所以真侪人伫咱中间，可能拢是相连幼稚园陪伴出来的。咱的陪伴者，就是咱的幼稚园的老师，伫遐来用因的性命来诚做水果好的见证，来引带遮囡仔。有一天，因来诚做对台湾有贡献的人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知影，伫咱的相连幼稚园内底有一个杰出的校友，叫做蔡英文。咱通过陪伴，嘛是安尼陪伴一个囡仔，伫伊的未来，对台湾有贡献。
咱毋是干那陪伴只个儿童尔，咱嘛是一个长辈只个陪伴。所以后来咱开始有一个意向，咱去起造即个安养中心。透过即个安养中心，咱会当看到有侪的长辈伫遐得到帮助，咱的亲人嘛伫遐得到祝福。迄是啥物？迄是因为咱有伫遐有侪的牧者，有侪个医生护士，有咱的同工伫遐做真水陪伴的工作。我相信毋但是干那陪伴，因为咱的长辈心内底有足侪话要讲，所以伫遐咱嘛得听探因心内底的话。伫这过程中间，共款咱用上帝话语真做因的祝福，所以咱伫遐起做一个礼拜堂，伫遐咱有3支分堂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双年教会对过去到今这100多年来，咱嘛是共款伫真做一个陪伴者的工作。透过这个陪伴者的工作，是伫演说马街伊陪伴伊的学生，养育伊的学生，找牵伊的学生。去到全台湾无共款的所在，去起造属于上帝的教会。当然，今日嘛是共款，伫一代续接一代中间，若毋是顶一代因的麦仔落伫土里，咱就无法度生摊做。牧师伫开始要甲大家分享这，是因为传福音。其实这段圣经在讲到一个最重要的，讲传福音啦。18节讲耶稣进前来对因讲：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属乎我。所以，恁爱去，互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甲因洗礼。20节更较重要，讲既然我所吩咐恁的，拢教示因来遵守，我就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以前我咧看这段圣经节，我拢看到，既然我所吩咐恁的，拢教示因遵守，直到世界末了。我忽略一句话，叫做我就时常甲恁同在。伫4年前，受差遣为北美倒来伫台湾，去到新庄来开设咱双年教会新庄分堂的时，我重新去看这个圣经节。这个圣经节咧讲啥物？耶稣甲伊学生讲：我着时常甲恁同在。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一个圣经节。过去我咧看的是头前18节甲19节，看到后壁20节的时候，我拢跳过讲上帝。差遣耶稣甲我同在，这个关键的字眼，敢若都袂记。我敢若看到讲，咱爱去传福音，爱教示因来遵守，直到世界末了，这就是教会的责任，这是咱爱做的代志。总是我时常袂记哩，耶稣伫甲伊门徒讲，有方法，通照我讲的来做。这个方法就是上好的传福音的方法，就是我时常甲恁同在。所以今日。同在就是同行的开始，若无同在，咱无法度同行啦。所以咱要去陪伴一个人，咱讲歹势，我无法度甲你同在，所以我有甲你同行。你有发现这足矛盾的无？足矛盾的。所以咱若传福音的时，咱若无甲人同在，咱就无法度去甲人同行。咱若无甲人同行，咱就无法度去陪伴这个人，无法度去听这个人的心声，无法度将上帝的话语真做好的能力去激励伊啦。所以讲起的传福音，伫过去我囡仔的时阵，我学习的传福音的方式叫做三福，毋知大家捌听过无？三福就是遮挂一个迄个徽章，顶吼有2个问号，有2个 question mark， 当着人也看着讲，你这2个问号是啥物代志？是啥物问题？是啥物物件？你有意思，我甲你安怎？我甲你解说。这三福的做法。后来到我高中的时阵，真流行，全台湾真流行，毋知倒一个教派开始的，叫做四律。大家捌听过四律无？就是摕一本甘仔色的册，伫路顶看到人甲讲，你有罪，你爱认捌上帝，就开始讲3分钟爱即个人认罪悔改，佮想出来做国际的祈祷。一开始台湾毋知什么教派拢在用这个，阮去学习的时候，我感觉这袂歹呢。后来我发现有问题啊！为啥有问题？我若问100个人，有100个人讲要信主，有可能伊嘛真勉强。另外99个咧，咱讲这99个以后听到基督教，以后听到教会，伊拢心内底有阴影啦，迄叫做啥？宗教伤害啦。一个熟悉1分钟的人，一个你毋捌的人，你要带伊信主，这是真奇妙的事，真困难的事。你要伫1分钟的中间，要甲信仰介绍互伊，佮是怎带伊信主？
这几乎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真侪人把这当作生涯来咧挑战，挑战家己佫有较大的信心，去努力去做这个代志。但是我感觉这是足恐怖的事啊！因为这个人若拄着一届，以后咱要甲传福音，就更加困难。因为因心内底有ทัก害，因看到这，因会感觉讲，我过去捌互伤害过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佮倒来想看觅啊，佮过来这几十年，咱开始有侪无共款的报道的方式、传福音的方式，一直到即摆演变到小组的方式，我感觉拢真好。传福音无一项是无好的，总是伫时代变换的中间，传福音的方式有改变无？嘛在改变。所以我期待咱的教会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伫这改变的内面有一个核心的价值无改变。即个无改变的传福音的价值是啥物？就是主耶稣所行的，主耶稣所做的，这是无改变的。过去，阮用即个小组的传福音做了，真正感觉足好，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压迫感。过去，阮咧做敞开小组，咧做幸福小组的时，我拢感觉这袂歹。总是我倒来伫台湾，我甲建良长老讲，我讲3年内底，咱得要停止所有的幸福小组的做法，咱来改变一个新的模式，是下伫咱长老教会，下伫咱兄弟姊妹，咱愿意去行，愿意去做，佮下伫圣经的心意的。一开始建良长老嘛听无啥有，总是伫后来，阮伫2年后，阮用即个恩典桥牌、稳定的桥牌开始去做小组的方式的时阵，大家咧感觉讲哇，用安尼传福音的人无压力，接受福音的人无压力，因为拢在分享。过去小组是咱直直咧共传，咱直直咧共讲福音，但是即马变倒转来是，我坐落来陪伴你，我坐落来听你讲。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我感觉转来伫咱的核心的价值，就是耶稣安怎传福音，有3项代志。第一项叫做耶稣的陪伴。耶稣的陪伴是啥物？就是甲人同在同行的开始。伫圣经中间，伫四福音内面，咱会当看到耶稣时常甲罪人、送向人、病人、甲门徒来同行。耶稣伫遐面对因的性命的问题，耶稣互因开力，耶稣互因安慰，耶稣互因医治。所以伫遮咱能看到第一个，无说简单来举3个例。第一个例是啥物？就是应允门徒伊伫传福音的路上有陪伴。所以耶稣伫遮甲伊讲：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拢假使因来遵守，我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所以耶稣应允伊要甲伊的门徒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终末。即个直到世界的终末，我相信毋是对门徒讲的。是对即个时阵，咱看到即句话、读即句话的人的一个启示。耶稣即阵嘛是在对咱讲话，一直到咱的后一代，一直到咱的后一代，一直到世界末了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就亲像一开始耶稣对于门徒所讲的话，我要定定甲恁同在的时，咱在传福音的时，咱毋通惊吓，因为耶稣拢甲咱同在。所以讲到转来，有人会甲我讲：牧师，我感觉传福音足困难呢。我拢袂晓讲呢，我拢袂晓祈祷呢，我要哪去传福音？我讲，你若是会当将你的性命好好活的，就是福音嘛。今年一开始我就发现，过去咧传福音咱拢在强调要用什么用技巧，要哪去做。后来我发现毋是啦，传福音的人的性命若无正确，要安怎传福音？你自己敢毋拢一寡苦毒伫你的心内底，自己敢？嘴讲出来拢是埋怨。你讲我要甲你传福音信耶稣做好诶，我有够艰苦诶，已经几十年啊，我拢无改变。那安尼，你想看觅，你要传福音？后来我想真正诶呢，咱若家己活了有欢喜快乐，活了伫真理诶内面，我过好我诶生活，无论我伫辛苦白痛中间，无论我拄着什么种诶困难，总是我是一个快乐诶基督徒。那安尼，人甲我行做伙诶时阵，人会讲为虾米？你遮做代志，总是你犹原遮尔快乐。这个时阵，你就在做见证讲，因为主甲我同在，因为主甲我同行。现在叫传福音，就是好好活出你的性命，好好将你的性命当做一个见证。我感觉这是咱当做一个基督徒上好传福音的方式。阿们吗？
咱需要用安尼方式来做好的见证，咱无一定讲一定要用什么种的款式去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我感觉咱若会使家己的生活过了好，做好的见证，我感觉颠倒是上根本的传福音的模式。因为圣经安尼互咱知影，耶稣在陪伴人，是互陪伴的人看见你的性命是如何一个人。你有发现无？你逐工伫迄个艰苦忧愁的内面，你要来传福音，你无法度。你爱伫迄个艰苦的中间忧愁的内面，佮咧俄罗斯感谢手，亲像保罗王关伫监狱内底共款。伫迄款困难的环境中间，你犹原讲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得胜的时阵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迄个保罗伫迄上困难的时阵，伊伫监狱内底唱歌、俄罗斯敬拜上帝的时阵，监狱的门拢为伊开啦。迄个监狱顾监狱的人讲啦，惊讲因遮的关监的人拢走去，伊伫遐准备要自杀啦。保罗甲讲万车死的，阮阁拢伫遮，有无？即个圣经在咧讲啥物？即个圣经在咧讲，当一个人伊的性命会当真做有影响力的时，亲像保罗共款，伊伫遐讲万车，我要甲你讲，耶稣甲阮同在，你嘛爱相信主。即个管理监狱的人，伊毋若家己相信主，伊阁带因厝的人做伙相信主。为虾米？因为伊目睭金金看到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得讲，咱爱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，上重要的一项代志，就是你爱好好活落去。当你若好好活落去的时阵，是你咧见证讲上帝恩典伫我的身上。当你若好好活落去的时阵，是咧见证讲上帝恩典伫我的病痛顶面。这就是咱用见证来见证上帝上好的事，嘛是咱互陪伴的人通看见讲哇。恁的上帝是遮尔啊真，是遮尔啊大。第二个，咱来看，耶稣毋是陪伴应允遮的门徒，甲因同行。第二个是啥物？是伊应允遮的劳苦背重担的人，会当有通好陪伴。所以耶稣安尼讲：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会当到我遮来，我就互恁得到安息。我的心柔和谦卑，恁就排我的軛，我的款式。那安尼，恁的心就得到安息。因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担是轻的。耶稣邀请所有的有劳苦的人、心内底艰难的人来到伊的身边。意思是啥物？我陪伴恁。所以咱看到耶稣为头到尾啊，拢在陪这些人，为陪门徒开始，陪遐个罪人开始，啊陪遐个抽象的人，毋若是陪因，搁一个讲我要来恁兜食饭，人会讲安怎？耶稣，你来走去即个犯罪的人，甲伊做伙。耶稣讲：我来毋是要为着这义人，我来是要为着啥物？这的罪人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甲咱成做一个传福音最见证的人，咱搁较意爱，咱家己是会当成做一个陪伴伫社会顶面，伫你的厝边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工作的所在，这的人因的性命。陪伴无一定爱讲遮侪话，但是陪伴会当安怎？会当有行动。咱来看耶稣的行动是啥物？第三个陪伴是啥物？第三个就是耶稣陪伴伫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门徒的陪伴。第一点甲第三点中间，牧师甲伊做一个分别，因为我要来讲门徒的信心。伫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佮活，伊显现互伊的两个门徒看。因在讨论三问的时阵，耶稣就近伊，甲因同行。耶稣陪因行啦。因迄阵的心内底在想啥？圣经讲因忧头甲面忧忧愁愁，为虾米？因为耶稣红定十字架。但是圣经讲耶稣定十字架了后，3天搁活，咱拄啊过完，咱的搁活济了，敢毋是？当耶稣搁活的时，这个门徒忧头甲面，因为因无感受到耶稣搁活。咱知影，玛利亚伊伫坟墓的时阵，天使会显现讲，恁要找的人已经无伫遮的时阵，因真欢喜，因等于甲门徒讲，门徒讲 no， 我无看到。当耶稣对伊12个门徒来显现的时阵，伊的门徒讲，我无相信，无你互我摸一下。你有发现无？遮个门徒应该是耶稣甲因讲，恁爱相信，我3天了4个活。
结果因拢无相信，所以耶稣互掠去定十字架的时阵，这个门徒伫倒了，这个门徒走到离裤骹，走到无看的人。所以因为什么伫这路人忧头革面？是因为因唔知要安怎行落去，因艰难，因困惑，因的人生唔知要安怎行。过去我是对耶稣行的，行到这所情况路转去啊，要安怎？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唔知你有这款感受无？伫恁的人生中间，原本的工作好好，有一天你的头家甲你 lay off， 甲你死头路。伫北美即阵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有足侪会友拢去用 lay off， 到即马佫还未找到头路。所以真侪时阵，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因会感觉信心愈来愈倒退，愈来愈无法度去依持讲，原来伫我这个艰难的时阵，主嘛甲我同行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来想看觅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有可能你嘛碰到同款的情形，无一定你是去用 lay off， 有可能你咧工作的时，你拄着困难，有可能你原本做好的时阵，去一个身体检查就讲哇袂使啊，你的身体足严重啊。人往往拢伫你的一生中间，拢会拄到遐艰难的事。总是咱的信仰，毋是要互咱拄到艰难的事，讲安怎？讲我行袂落去啊！咱的信仰是要互咱拄到艰难的时阵，讲安怎？我靠主耶稣安怎征战得胜？阿们吗？这就是咱的生命中间更较多应该去做的代志。因为耶稣伫遮，伊陪伴伊的门徒来行。我嘛相信耶稣在陪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行。第二个。耶稣毋是真做一个陪伴者尔，耶稣嘛是真做一个倾听者。倾听者的台语要哪讲？做歹翻，有可能是斟酌听。第一场有一个大学的老师，台语老师甲我讲这叫做听入耳啦。耶稣听人的话，听入耳啦，毋是南山听，毋是凊彩听，伊是听有入耳。所以，因为伊是斟酌听入去，将人的性命、将人的声、将人的需要，当作伊上应该去做的事。所以耶稣伊伫遐甲人同在，嘛安怎同感受这个人的性命需要。下面牧师来讲几个故事，几个例。第一个例是啥物？耶稣听这个青面的巴底麦的化休，巴底麦在化休，耶稣行过了，伊讲安怎？讲我有听到，请你来。耶稣就起来，甲讲叫伊过来，因就叫迄个青面，叫伊讲放心起来，伊在叫你。意思是啥物？我有听到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有足多的需要，你敢有听到？拄则咱咧放迄个缅甸的影片的时阵，迄是缅甸的需要，对咱来讲，敢若足远的所在。但是你敢会知回想伫9月伊地动的时，你伫倒落？伫9月伊的时阵，你为即块土地付出啥物？伫9月伊的时阵，咱的台湾有偌侪人伫即个时阵失去因的家庭，共款的情形伫缅甸即个所在，就是咱无法度去。我常常咧讲，咱若无法度去，无至少咱安怎嘛通会当安怎出钱出力？出钱是啥物？为因奉献；出力是啥物？为因祈祷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会当陪伴因的，无一定人伫迄个所在，但是咱会当安怎出钱出力来成做因的陪伴。伫遮，咱让咱看到耶稣听到了后，就停落来回应伊的需要。耶稣常常停落来回应遐需要的人的需要，敢毋是？即个青面人讲伊需要看见，耶稣就讲，互你看见啊。迄个变衰人讲，我想要行，耶稣就讲，你起来，摕你的被单走吧。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，伊伫遐毋知要哪时阵，耶稣甲讲安怎？你下面你的罪，你去吧，毋通阁犯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拢在听人的心声。你莫想讲你的祈祷敢若无效，真侪人甲我讲，牧师为什么恁的祈祷较有效？阮的祈祷拢无效，毋是祈祷有效无效，是你对上帝有信心无？你若对上帝有信心，你向上帝祈祷，你就安怎？信心的前提是啥物？你知影无？啊，信心的前提叫做交托。咱祈祷进前，咱有信心，咱讲咱足有信心的，其实拢无。其实我感觉真侪时阵，咱拢是足小信的人，包括牧师。信心的头前叫做交托，因为当你祈祷的时阵，你敢有完全交托给上帝，还是你阁继续看路？
主啊，我恳求你医治我的病，但是我都要死啊！你心内底想讲，可能上帝无听我的祈祷，我会死啊！有当时啊，咱拢是安尼甲家己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咱无交托嘛。你来交托，真正的交托是啥物？主啊，我的人生就是你的，我交托伫你手中，无管倒行，正行，你拢会甲我同在。古有圣经安尼讲嘛，无论你向左或向右，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都与你同在。万军的耶和华拢甲你同在，无论你安怎行，伊拢甲你同在。这叫啥？你着交托给上帝嘛。你的性命若交托给上帝的时阵，你着有信心。你若无交托给上帝的时阵，你着愈来愈软食，迄就是信心会愈细。耶稣毋是听安尼尔，耶稣嘛听迄个艰难的人的心声，伊听即个马大甲玛利亚的哀伤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的小弟过身去。圣经伫遮，约翰福音11章35节讲安怎？耶稣哭。各位，即个圣经我记了足深的。为什么？以前我咧背金句，我感觉这是上好背的金句。你有发现无？恁主日学有背金句无？我主日学上袂晓背金句，但是这我拢有背起来。耶稣哭，为什么？这是全本圣经中间上底一个圣经节，请大家爱记哩，一定袂使袂记哩。但是我敢若会记哩耶稣哭，我毋知影伊为什么哭呢？这就是读圣经无精通的所在啦。后来我开始去想讲，耶稣为什么哭？因为伊怜悯一个人，伊去陪伴这个马大甲玛利亚，伊去听因的心声，过来咧，伊伫遐无用任何的讲法。伊伫遐用伊的目屎来成做伊的安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来想看觅啊，咱定定要去安慰一个人，咱拢讲安怎？与哀伤者同哀伤，对无？什么意思？甲悲伤的人会当同齐来悲伤，但是咱去拢会甲讲啊，你爱安怎？我会讲啊，你就是安怎？真侪教会，真侪神学的奇怪的所在，我拢真正足奇怪。啊，你拄着这个代志哦，一定是你无够去来祈祷，一定是恁兜有啥物无够圣洁的所在，啊去找一个。你知影灵魂派牧师是安尼教导呢？啊，这个人足紧张，你知影？咱的兄弟姊妹已经伫艰苦的中间，佮大家等去找看因兜有啥物欠损的物件，啊是讲伊无够敬虔，佮甲讲你安尼袂使，你一工祈祷无够，你佮较做，你佮较做。主啊，请原谅我，我要讲安尼实在是足无好的事。一个人伫艰难的中间，咱会当做的，毋是去甲伊讲啥物，是咱会当伫遐感同身受。耶稣做一个上好的模范是，伊伫遐流落伊的目屎，伊毋免加讲啥物话，因为加讲啥物话，对方无一定听会入去心内底。总是咱伫遐陪伴伊，牵着伊的手，伫遐甲伊流目屎的时，我感觉到像是一个足水的陪伴。第三个，耶稣安怎来听？我感觉这是个愈经典的一个圣经节。耶稣甲撒玛利亚人的妇人人的对话，这段圣经在记载什么？讲这个妇人人讲：“先生，请予我这个水，叫我无个喙焦嘛，毋免来遮远的所在拍水。”耶稣甲讲什么？这个水是什么水？啊，是你活命的水，甲你啉的水无共款。咱来看这个故事的头前咧讲什么？讲这个妇人人伫透中日头来到这个井边，咧井水。为什么要伫这个时阵来？因为伊惊拄着人，为什么伊惊拄着人？因为伊嫁5个翁，所以耶稣伫遐听伊讲，甲伊咧讲话的过程中间，耶稣听伊对第一个翁开始讲，讲到第二个翁，第二个讲了第三个翁，第三个翁讲了第四个翁，第四个翁讲了第5个翁，讲了耶稣做一个结论，讲这5个翁拢毋是你即摆的翁。你有发现无？耶稣真耐心去听，而且安怎？大家讲你的性命的焦点。看唔到所在，你甲倒来伫即个活命的水泉内面，所以耶稣讲来我遮啉水，所以你就袂个喙焦。即个妇人人讲喏，先生，请你予我即个水。你有发现无？耶稣耐心来听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话，而且引带伊无个活伫家己的世界，是引带伊进入伫什么永活的道路、永生的真理的内面。这叫做激励啊，会开始。所以这三项代志是连做伙。就是陪伴、听入耳、甲激励，这三项代志是连做伙的代志，伊无可能干那单独来进行。第三点上尾啊，要来讲耶稣的 empower， 耶稣的复灵。好，第一，我问迄个老师，迄个老师讲叫做复灵啊，吼。我毋知安尼对毋对，但是就是赋能哦。啊，定系赋能，毋是复数的复，吼，
是给予的、赋予的赋，所以叫做耶稣的赋能。这个赋能用英语来讲叫做 empower，E-M-P-W-O-R 哦 P-O-R-W。所以耶稣的 empower 就是讲咩？耶稣互一个人有真大的激励，互这个激励会当成做伊生命中间上好的帮助。咱来看耶稣安怎激励人。耶稣毋但安慰人，佮互人气力，互因活出信心甲愿望。耶稣鼓励彼得伊行伫水面顶面。耶稣讲：“你来。”彼得就为船仔顶起哩，对水面顶行过，要去耶稣遐。到尾啊，这个故事彼得有沉落无？有无？无沉落吗？彼得行无两步就沉落啊！啊，叫话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有无？你看这个圣经才是安尼讲的。耶稣已经讲：“你来啊！”伊个会惊呢？为什么？佮倒来头前我头先讲的，因为信心无够嘛。伊无完全的交托，耶稣已经应允伊，就是安尼啊。结果伊讲安怎？其实伊心内底个犹豫，敢会沉落？敢会沉落？敢会沉落？各位，你的心情有一点仔亲像这个彼得的心情无？有当时啊，咱甲上帝讨，咱嘛讲袂沉落，袂沉落，袂沉落。但是讲啊，你的心内虽然喙讲袂沉落，你心内讲沉落啊，沉落啊，沉落啊。迄就是咱的信心无够，无够交托嘛。但是耶稣甲讲：“你来啊！”上尾啊，耶稣甲讲一句话：“沉落，你甲救起来。”伊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甲救起来了后。耶稣安怎讲？耶稣讲：“你的信心无够。”所以伫遮，耶稣鼓励彼得讲：“你得用信心来行动，因为以后你要成做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天国的锁匙拢交伫彼得的手中啊咧，伫后来会交伫伊的手中，所以伊要起着伊更较大的信心。这个故事为什么无伫别个门徒顶面？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耶稣独独对这个门徒特别好？这个门徒佫特别搞怪，三界无认主，对无？伫迄个过程中间，你会发现彼得伫遮虽然伊无完全，当时耶稣的确去祝福这个无完全的人，真做，互伊真做一个会当传福音最的人。耶稣毋是鼓励家己的门徒，耶稣嘛鼓励这个犯着血漏的查某人。这个故事是讲耶稣转过来、说过来，看到伊就讲：“查某囝放心，你的神救你。”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查某人就好起来。伫马太福音9章22节，这个故事在讲什么？伫耶稣经过的时，这个妇人人伊犯着血漏，伊感觉伊无法度医治，伊找足侪医生拢无效，要安怎？伊讲有一个耶稣来，伊会医治人，伊心内底在想，伊想啥物？伊甲耶稣安尼讲啊，因为到尾仔的对话，耶稣甲伊对话，伊甲耶稣，伊心内底想啥物？伊心内底在想讲，当我若摸着耶稣的衫机，我的病就会好起来。迄是啥物？我的信心，迄是我的交托。伊有做到无？当伊去摸耶稣的时，耶稣讲啥物？我的身躯有能力出去，恁谁甲我摸啦？耶稣知影有人甲伊摸，所以伊就问边仔的人，即个妇人人就讲是我甲你摸。伊甲问讲为什么？伊讲我的心内底想讲，我若甲你摸，我就会好。耶稣讲啥物？就是即句话，讲你的信救着你，迄是啥物？充满大大的信心，甲家己完全交托。各位，为什么这个犯血漏的妇人人，伊会当大大交托？每一个我读到这个圣经，我感觉真奇妙，因为伊无药医啊啦，因为伊无法度啊啦，伊只有完全甲伊交伫上帝的手中，甲家己交互耶稣的手中，伊的性命才会完全得救啦。咱来想看卖啊，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的信心敢有亲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人遮尔大？咱来讲主啊，我知影。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人，迄是信心嘛。第三个，咱来看，很多讲到彼得，即摆佫倒来讲彼得，耶稣恢复彼得的使命。彼得一开始，耶稣要定时给进前甲伊讲，今仔日天光进前，你的三界无认我。伊讲安怎？袂，我绝对袂，我是对你对到底，我绝对袂发生这个代志，对无？伊毋是安尼讲。结果假叫三界进前，伊就安怎走去咪啊？人甲问伊讲：“我毋是伊的人，我甲伊无熟识，伊毋是安尼讲吗？”伊三界无认主，今年佫偌济足趣味，迄只鸡互摕出来讲话嘛，对吧？大家连书若有看，迄个梗图就是咧讲迄只鸡讲，人啊记者咧访问迄只鸡讲：“你到底伫迄天做啥物代志？对彼得做啥物代志？”伊讲无啊，我著照时咕鸡三界尔，伊就走咧弄啊。你知影当彼得三界了后，伊的心内底安怎想？伊的心内底是背叛的，我相信伊的心是伤心的。总是当耶稣搁活的时，耶稣搁活来拄着彼得，甲彼得讲啥物？讲你有爱我无？
彼得讲有啊，我爱你，但是敢若无啥坚强。耶稣搁问第二届，你有爱我无？伊讲有啊，我爱你。耶稣讲无，你无爱我。搁甲问第三届，伊讲有啊，我有爱你啊。其实表示啊，什么？表示伊的爱无够，伊的即个爱无够，伊无够决心要去行即个路。伊伫咧怀疑的中间要回转，成做一个完全信靠耶稣的人。要安怎来得到即个完全的交托？所以耶稣为啥要问伊三届？我感觉这足趣味的。当耶稣问伊三届了，佮重新甲讲：你去饲我的羊，你去固守我的羊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是一个责任的交托，迄个时阵是一个差遣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对两者的中间受到激励了，咱佮徛起来的时阵，咱开始就领受迄个差遣的稳定。我感觉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大的转变是啥物？是你重新佮徛起来，因为你已经活过来，是你受到这个邀请，受到这个呼召，所以你讲主啊，我愿意要安尼做，我愿意要安尼行，迄是甲你过去的生命完全无共款，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完全的改变。我感觉迄那是咱上大的福分呐。上尾啊，效法耶稣会当真做同行的人，所以咱佮甲今日讲的这三项代志，咱家己叫 review 一下吼。第一个就是咱甲教会使命有三个，就是亲像耶稣的陪伴，咱会当甲人同在同行。第二个就是亲像耶稣会听入耳，会当甲人同在同感受。第三个就是耶稣的 empower， 耶稣的护灵，会当甲人同在同激励。当你若愿意用陪伴、听痛、甲护灵的时，甲人同在、甲人同行。这就是咱上好传福音的方式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搁来回想，马街今日传福音伫台湾，这个岛屿顶面，你会想讲，我着好好做一个基督徒就好啊，我着好好来做礼拜就好啊，我毋免搁加做啥物嘛。那安尼，咱着失去迄个马街伊一开始来到台湾，爱咱开始行的这个行动。所以起码咱今日爱做一项代志，就是你爱好好活落去，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。第二个部分，咱嘛会当回应，亲像咱拄仔看即个影片共款。当遮有需要，你敢有愿意出钱出力？你敢有愿意为遮个人加行一里路？你敢有愿意为着付出更较多的性命伫遮个人的身上？我感觉迄就是咱的感动，迄就是咱的呼召。今日上帝呼召咱。相连教会对过去起做幼稚园，一直到起做咱的安养中心，搁来起做咱的基金会、视障基金会也好，咱拢在做一个陪伴、听人、甲激励人的工作。为过去到今拢无改变，咱毋免搁做较多物件，因为咱已经做有够多。总是毋是咱的教会做有够多，咱的教会就会开始行起来。是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愿意搁做较多，那安尼咱的教会才会勇壮起来，咱的教会才会徛起来。无属伫相连教会这10几年来，我深深来体会。其实咱的教会无欠缺钱，当时咱的教会欠缺是啥物？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搁较侪愿意去甲人同行、同行的这个心志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水的时间，你若愿意对你的厝边开始，你若愿意对咱伫缅甸伫传福音的这对传道者开始。这拢是咱一个生命改变的挑战。今日耶稣嘛在挑战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今日耶稣嘛在挑战咱相连教会。你敢有愿意照我的，甲恁教导的安尼行？恁去陪伴，恁去听堂，恁去，互人得到激励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主位天父，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愿你稳定伫阮中间，互阮知，阮是一个领受你稳定最的百姓。主啊！愿你来激励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看见。阮阁有真侪路爱行，阮阁有真侪事爱做。因为当阮行伫这个路，阮的心就欢喜得跳。当阮行伫这个路，阮会感受到主啊，这就是你爱阮做的事。主，愿你阁一摆来呼召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透过阮生命的改变，透过阮一摆阁一摆的更新，阮来看见主，你带阮的教会，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行伫阮的使命甲意向顶面，我哋感谢基督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，阿门。